歡迎觀看 ALSHK 水樣本嘅採樣流程影片。請嚴格按照影片中嘅步驟操作，以確保檢測嘅品質。我哋開始啦。採樣前，請先洗手30秒，再戴上手套。之後喺手套、水龍頭、嘴同手柄位噴啲70%酒精，等大約10秒去消毒。如果見到水龍頭表面污糟，就先用乾淨紙巾抹走佢。而家，將水龍頭開到最大，放水3分鐘，確保喉管入面啲積水流走晒。如果你使用嘅係冷熱混合龍頭，記得先開熱水放2分鐘，再轉冷水放2到3分鐘。如果客人要求嘅話，放水之前要先拆走水龍頭附件，例如濾網。夠鐘啦！重新攞起支70%酒精，噴一噴對手套，再來回咁搓下佢，確保手套表面全面消毒，調低水流流速，然後攞支70%酒精噴埋個樽蓋，徹底消毒。跟住扭開個蓋，將水加滿至樽口位，唔好俾啲水濺出嚟啊！完成後，扭翻緊個蓋，然後關上水喉。跟住攞張乾淨紙巾，噴啲酒精抹乾淨個樽身。最後，請清晰咁標示水樣本，方便 ALS 同事作核對工作。感謝觀看，若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客服，謝謝。